你老娘跟我讲诶，跟你去吃啥呢？那我们刚刚诶，咕噜宝宝，过来诶，我骆驼仔，我自己来炸，肚子扭嘞。你分个手指抄个懵掉啊！你老牛，大头分手咯！你关个这个照顾下噶，搞得怎么炸嘞？我正他个鸟的，个老毛蛋子后挂个第二三股印章哈！我的那个太祖上来了，我只有猫杀个鸟搞了，之类没我哪弄如个鸟呢？个毛的脑子走呢，我母了。喂，有噶，我讲过箱子走呢。还是你分对我容大。不过怎么炸嘞？主动离开过，如果还分手，减轻过的负担。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